總價只需120幾個就喺嘉敬康城呢度攞低一套3房2廳2衛啦。嚟睇下我哋陽台呢邊，望落去呢就係睇到園林個景觀噶啦。喺電梯個13樓，全新裝修，一日都未入住過啊！所見兼所得，入邊啲家私電器呢，全部係留低落嚟嘅。產權面積106個方，廚房係一字型，就連我哋個雙開門冰箱呢，已經全部安排到位噶啦。單單呢個客廳呢，有4米開間，3間房全部都係睇小區園林嘅，到時候直接去拎包入住。床、衣櫃全部做好啦，門口呢就有小學同埋電影院、健身房、游泳池、商業街。小區呢仲有我哋香港個樓巴，5分鐘可以到達三武會員店，10分鐘可以到達拱北口岸。主人房頭間嘅設計，兩邊呢都係窗嚟嘅，有感興趣嘅話後台留言發詳細資料俾你。